我一直感觉咱爱特别为着这个代志祈祷，求上帝施恩怜悯咱。上帝看顾咱，但是咱确实将着荣光甲感谢归予假神。咱徛起伫这个城市，就对这个城市有责任。求上帝路用咱，求咱伫主的面前，亲像以利亚徛起伫迄个世代，为了伊的世代征战。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在圣在，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怜悯甲阮同在，保守阮伫活命内面，世代当中做有非常的代志。但你是主是上帝，你引带你照顾，主阮伫这所在来仰望你的听堂，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过。主啊，我甲我的百姓得罪了你。我家己无徛伫城门口，地教伫当中形成了破空。主你伫我的活命内底怜悯，并且用你家己极大的权能，赐阮保守，互你的百姓徛起伫上帝你面前的时阵，主阮果然会通诚侪君尊的祭司。主啊，阮伫这个日子来仰望你。主啊，是我要怎样持守？对上帝你迄款的热情、信仰，并是一时徛伫，阮就伫当中，阮感觉阮袂做啥物货，阮就拢无做。阮一日间就是干那想着，我要伫地面上，我要做啥，我要得到啥。主啊，求你亲自怜悯。主，因为基督的信仰对头到落尾，都拢毋是看伫这世间人所属的。主啊，乃是互阮会晓得。尽心怎样为主来活，一生甲主同行。主啊，这也互阮会当想到一个题目。主，阮要安怎样啊？甲你三角同行。我仰望你的听堂，怜悯伫阮当中。主，互阮会当伫这个世代，阮看会清楚，伫上帝国的价值到底是啥物货？阮活伫这个地面上，生活的价值到底是啥物货？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身上，亲像伫天年共款，保守、引带、照顾夫妻。互今仔日的日子，互阮今日伫主你的殿中，用感恩甲敬虔来献上感谢，伫主的面前，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天父上帝，阮来到伫你的殿中，主耶稣，你有安尼甲阮问过？就是亲像迄一日，你遇到众人安尼问，恁去到旷野到底要看什么货？恁伫这个世代到底要看什么货？若要看新约，用哪的新约？就是人会当对罪恶中悔改归向你，迄就是上界大的新约。主你讲，阮到底是要去看什么货？是要看人咧服侍上帝？会当穿着水衫、领落芳势嘛？你讲迄款的人徛起伫王宫内底，但主你讲，施洗的约翰，伊伫旷野当中服侍上帝，伊穿的是绿道的披衫。主你讲，伊比以利亚还阁较大。主，原来阮服侍你，真正的目的是做成上帝你的工。是互阮的日子诚侪上帝你的见证，互阮伫上帝国度三甲有份。主，求你开启阮的目睭，当阮来到你殿中的时阵，主啊，搁再一届，恳求圣灵开启阮心灵的目睭，互阮看会到上帝国的奥秘，互阮看会清楚世代的价值，会通知影阮应该到一个方向来努力，继续赐恩，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是会通诚侪上帝你欢喜澎湃的祭。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完兄来报告。两位兄弟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感谢主的恩典，恭喜到李传义兄弟，就是玉
吴玉梅姐妹的先生，伫3月26日，伫永和病院接受到洗礼，归入主名，敬请兄弟关心代祷，求主赐温看顾伊的身心灵拢平安。第二，旧年度奉献证明已经放伫个人的奉献嘅柜中，若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请伫公布栏来登记交选。第三、4月7日拜六暗时7点要举行到过活节特别的暗会，6点半要开放入场，敬邀兄弟参加，同来纪念着主耶稣的受难甲各活的毋忘。第四，4月7日就是后礼拜日，年度过活节主日将要举行圣餐祭洗礼式，请兄弟有备着心，要来供修着圣餐。有意愿受洗的兄弟，请向牧师同工来报名。第5、4月12日礼拜日要来举行着教会春季的半日游，地点是高雄的旗山，详细行程有公布伫公布栏，请自行来参与。费用每一个人400块，照伫招待桌来报名缴费。第6、5月18至20日要来举行着南部教区双清3日游。费用每一个人7800，本会相亲的会友教会要来补助着1000块，请向各小组长要来报名。3月31日报名要来截止。第7，本学期彩虹进班这个同工甲学校的以下有这个下面请邀兄弟同心来代祷守望。有没有补充报告？这是要来请敬拜儿乐团。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咱带着较无的心，今仔日的确有心事会发生伫你我的身上。因为咱按照心中个人所存的报赏个人的上帝，伊是信心的上帝，来别按照咱逐人心中所存的来报赏逐人。阿门！请现在先默祷。来吟。现在，现在，现在，我心的向来尊重，我心现在对你应供，吉祥我的主。
心天上来尊崇，我心现在对你应供，今生我的主，现在。我心天上来尊崇，我心现在对你应供，今生我的主。阿爸，你是至高的上帝。阮的心降服，愿意伫你面前，伫你殿中继续来敬拜。阮的心降服，阮的心伫你面前下拜。愿你来听，愿你来听阮的求。耶稣圣灵，三位一体上帝，感谢你。我要让你跟着阿乐敬拜前下，受受你恩典，照亮你的主爱，照闪你的眼灯，恩爱高远我，耶稣。
称颂你的名，心何等的满足。我们要鼓瑟弹琴，称谢你的圣名。上帝引带，咱一起来祈祷。有啥物时阵，咱岔出去了，咱无行伫正路啊，求主的光来照咱，请咱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主伫面前的引带，哈利路亚。我的主啊，引带我行正的路，主啊，引带我行正路，哈利路亚。生命，互你引带，为生命唱一首歌，要向世界人来讲，传说一个听的信息，真理，耶稣的救恩，这两个引带，天父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美妙、奇妙、伟大的创造，正着我的嘴，讲要常常述说主你的公义甲你诚信，这事实，要让来指教后一代。这是我的心所求的。愿求天父养甲我当行，用你慈悲双手引带我。愿求主将我是我的生命交代上帝，使我平安，听叹你话搁行的，你较要得到平安。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你的疼是行甲我同在。
而乐当中，祝你的大灵，你的宝座伫咧当，在遮咧设立。感谢上帝，我们继续要来恳求大牧者来引导咱头前的路，咱就欢欢喜喜，互上帝来引导。阿门。恳求大牧者我前行，我真需要主的名。哈利路亚。恳求带我快乐草地，流比永漂安我心。转手1到3节，哈利路亚。我真需要主怜悯，恳求带我快乐走，你有滚何等的快乐，阿门。对主行，虽然我把犯罪有悔，心主永远的影响。主内面有愿望，主比普救疼心，下面我最是我怜，我无耶稣，是我耶稣，我忘记。上帝囝儿啦，阿门。主，阮踮伫你的殿中，阮的心归向你。
愿仰望你圣灵的引带，伫你的殿中徛起一日，看赢带伫歹人的暴病人断情日。你是主是上帝，你监察人的心肠肺腑，要照着人心中所存的来报应伫伊的身上。既然行良善公义的，就应用永远的活命来报应伊。主，愿感谢你的听从，直到如今，你也阁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一直拢在帮助阮。你是耶和华尼西，伫一切事上引带阮，互阮靠着主行伫公义良善顶面，用公义良善赢过罪恶的权势。你是主，你保守，你引带。主啊，阮感谢你，因着你的听从，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甲阮养饲伫你的国度内底，亲像牧者固守羊群，为羊群来起羊条，照顾保护，互伊无受到灾害。虽然活命内底有真侪挑战，有真侪攻击，但是主你应允。你所赏赐予阮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无法度予阮，也是这个世界无能力甲阮夺去的。阿门。独独你是上帝，你看顾，你保守，你引带，予阮行过死命的幽谷，嘛无惊灾害，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应允一生一世踮伫你的殿中求问，你就用上帝你永远的国来保守阮，互阮踮伫你的内面，互阮活伫你的内面，互阮永永远远跟对你，伫你的膝骨下面得保护、得引带、得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直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所以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我客遐做来用，和三甲来上读。毋通为做歹的心怀不平，也毋通迄个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因亲像草，紧紧要受挂了。佮亲像青菜紧要高达，你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善，踮伫地上，用伊的信息为牛。佮着以耶和华最欢喜。伊就将你心内所求的赐予你，就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伊，伊就要成全。伊要互你的公义，亲像光发出；互你的公平明那亲像鼎斗。你着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听候伊。毋通因迄个道路通达甲迄个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义人的脚步受耶和华立定，伊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你爱细察迄个完全人，观看迄个正直的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阿门。咱听无数正道。咱请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
咱同齐来上读，今仔日的经文有较侪一寡，谢谢。来，同齐来上读，请。兄弟啊，论到属灵的温数，我无愿意恁无明白。恁做外邦人的时阵，随时受牵引、受迷惑，去服侍迄个异教的偶像，这是恁知影的。所以我甲恁讲，受上帝的灵感动的，袂讲耶稣是通救主的；若毋是受圣灵感动的，也无有人讲耶稣是主的。温数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嘛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公用嘛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伫正人内面运行一切代志，圣灵显伫逐人的心上，是要互人得到益处。这个人望圣灵赐予智慧的言语，迄个人望这个圣灵赐予知识的言语。又搁有一个人望这位圣灵赐予信心，搁有一个人望这位圣灵赐予医病的温数，搁互一个人会当行异灵，搁有一个人做先知，又搁叫一个人辨别诸灵，搁叫一个人会讲方言，又叫一个人会当翻方言。这一切拢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家己的意思分予众人的。就亲像身躯是一个，却有真侪机体，并且机体虽然侪，犹原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咱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拢对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啉伫一位圣灵。身躯原毋是一个机体，乃是真侪机体。卡斯卡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这个身躯。伊袂因为安尼就无属这个身躯。卡斯耳孔讲，我毋是伊目睭，所以无属这个身躯。伊嘛袂因为安尼就无属这个身躯。若是全身是目睭，要对倒位听声呢？若是全身是耳仔，要对倒位啊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家己的意思。甲机体拢安排伫身躯顶了，若是一个机体，身躯伫倒位呢？但如今机体是这，身躯却是一个。目睭袂当对手讲，我用袂着你；头也袂当对骹讲，我用袂着你。毋若安尼，身躯顶机体人掠做软弱的，佫较是袂当欠少的。身躯的机体，咱看做无体面的，哪法甲伊加上体面；无俊美的，哪法得到俊美。咱俊美的机体，自然毋免用砖塔，但上帝配搭这个身躯，甲加倍体面，互迄个有欠缺的机体，免伫身上分文别类，总得爱机体彼此相顾。若一个机体受苦，所有的机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机体得荣耀，所有的机体就一同快乐。恁就是基督的身躯，并且各自做机体。咱搁再一届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仰望你的听筒，你赐阮保守引带阮。阮今日伫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灵，搁再一届帮助阮，因为只有圣灵会当引带阮进入的真理，就是明白真理、操练真理、实练真理、活出真理，反映自然而然翻译出真理来。主帮助阮，互阮进入这个地步，通叫上帝你的话语。正做阮生活自然的反应，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你捌去红请人客，了后食到你足欢喜的爱食的菜，了后的时阵哦，你着迄个菜阁真好食，嘛真鲜。我大人就足欢喜，了后就伫迄个所在
甲迄个菜拍分数。有一个我去互请，了后时阵哦，中间遐即尾量下算应该有青啦吼，了后迄中下出来，真正真青，是用迄破布纸落吹的，真甜真青，就开始有真侪人就伫个所在讲，这量下有青，了就讲这师傅够做，吹了无过头迄落。另外一个人就甲因讲，量下若青你就是吹较久嘛是拢足好食啦，就是拢大人拢伫遐学了，就学了这师傅嘛够摆盘就其实你也看，人个安尼量下吹较红酷酷，了后时阵用这啥盐水甲伊放咧就水当当安尼教是教了足好，就大人拢伫遐学了来学了去，就全部拢总是基督徒做伙伫遐食饭。但是伫迄个所在，大家食饭学了这，学了迄，学了这，学了迄。若是你看到这个量下，你食到这个量下的时阵，你会学了啥物货？这个正讲基督徒，这个，这信耶稣信甲走火入魔对。我来讲，就是咱会像建基遐安尼想无？大部分的时阵咱其实拢安怎，拢学了才会做的人。了后，咱已经渐渐袂记得去感谢上帝。所以这是伫这段经文内底你甲咱提醒的就是即款的情景。伊伫这所在，伫咱的画面内底，其实咱就真容易有即款的情景，就是渐渐到落尾咱就会真斟酌注意到咱外口所得到，但是袂记即个源头到底是啥物货。圣经伫迄个所在，甲咱讲一下。保罗伫这个所在讲，兄弟姊妹，我甲你论到属灵的温事，我无愿意恁无明白。安尼就是过去咱有一寡代志是无明白的。安怎无明白呢？就是讲咱伫即当中会讲做外邦人的时阵，真侪代志受牵拖，受迷惑了去服侍啥物话？下教神，下教的偶像，这是恁知影。保罗讲，恁得爱回想过去的代志，过去的日子。咱也无信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有能力无？有技术无？有。咱会晓做这无？会晓做迄无？会。但是咱无认捌上帝，咱感觉是咱家己熬。但是保罗讲说，我甲恁讲，若是受圣灵感动，就无讲耶稣是通救主的；若毋是受圣灵的感动，嘛袂讲耶稣是主的。保罗到底咧讲啥？伊伫即个所在讲，咱的画面内底，咱会因为无认捌上帝。所以，咱会错误来做判断，咱得对着生活当中，你看，这是我熬是无毋对。真正，咱会晓煮凉虾，但是凉虾若无青，煮起来敢会好食？袂啊！有诶时阵，你用请诶时阵，也是你叫伊便当，迄一块鱼排，你来，咱得点一块鱼排今仔日点这鱼排便当，鱼排足大块，食第一喙安怎臭烧味？你敢会感觉讲这个便当350块呢？但是你敢会感觉好食？你可能迄个便当你就怎啊甲放伫遐，也是迄块鱼排你就甲摕起来无爱食，也是敲电话去安怎甲头家骂。所以咱的画面内底会有一寡就是，咱就因为无熟悉到上帝，所以咱的人生内底有真侪咱的熬，咱的能力，咱就会感觉讲，本来就是我熬亲爱兄弟姊妹，是，这就是安尼。第二个部分就是咱用咱家己的技术能力咧服侍偶像，服侍偶像是下教神，下教偶像袂即马旧历3月要到，一个即个粉红小超跑即马出来，听讲今年报名报到32-3万，旧年32万，今年讲会突破32万。亲爱兄弟姊妹，因有能力无？因有科技人员无？有。真侪人甚至是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安怎？伊放落这代志，了后去军队这性命咧世界。有时阵我嘛是感觉心肝真艰苦，就是咱将到真侪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结果咱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
所以咱伫遮个思想内底，咱有用遮个代志咧服侍遐无好诶。但是本来其实咱是无温数诶，但咱因为咱有遮尔济诶能力，咱无认捌上帝，咱就认贼做白，咱就真多诶代志，咱就来当做理所当然。然后了咱诶时阵，咱有对上帝领受遮技术能力。当咱信主了后，咱有温数。但咱将温数这个字，原本是讲上帝赏赐互咱一个能力，去成做别人的祝福，这叫做温数。甲技术无共款，技术也是讲这个，咱翻做华语叫做天赋。天赋其实本来就是上帝互人的能力。就是我出世的时阵吼，就目睭介水，佮有丁唇。你也叫来话时阵，你就是真敖讲话，话上对着算术就真敏感，对数字真敏感。这拢是叫做天赋，但是这款天赋内底唔是叫做温数，温数是通过天赋，或者是学术的技术，成做别人的祝福，这叫做温数。就是上帝感动咱这款的心。其实上帝原本爱咱安尼行，但是咱自从洗礼了后，咱得到上帝加倍加添予咱的，咱将着这天赋，将咱该转化做技术。但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是啥？有温数了后，咱该摕来乌白用，咱用温数咧高估咱家己。伫教会内底，我可能有服侍；伫教会内底，我有做这，我有做个。但是人真歹对我的心上看着上帝，但是看到某咪一个人讲，哦，你该看伊介敖介厉害，但是伊嘛未将荣光归予上帝。亲爱兄弟，这就是咱伫当中，但是今仔日保罗对咱提醒一样代志。亲爱兄弟姊妹，若毋是圣灵感动咱信主，今仔日咱犹原抑阁是咧服侍下教我的偶像。若毋是上帝灵感动我信主，感动你信主，咱今仔日可能抑阁咧侍奉马文、侍奉金钱，将着金钱当作咱人生上界大安全感的来源，将着咱会当摕到的物件当作咱活命的瓦靠。这其实拢总是偶像。保罗讲，今仔日咱会当活得平安，一个人会当活得平安、健康，有伫苦难当中，抑阁会当轻调上帝，是因为圣灵感动咱信主。咱会当对着上帝国有感觉，愿意追求上帝的欢喜，是因为咱出伫圣灵感动咱。若无今仔日，咱犹原抑阁伫苦难内底。抑阁伫人生的迷茫内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无有啥物代志是互咱会当夸口的，因为伫咱的活命内底，所有这一切，拢是上帝伫咱当中所成就、所祝福互咱的。对安尼，保罗提醒咱一样代志，叫咱得爱伫这思想内底真清楚定心来思考，上帝互咱遮尔济温数的时阵，究竟咱伫这温数内底。要做成什么款上帝心意的欢喜？所以今仔日咱信主了后，既然上帝将着咱的天赋改变做温数，咱所拥有的这一切，安尼咱就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要怎样将着这个来改变做使命甲责任，毋是搁再为着咱家己。乃是要互上帝的心意伫咱的身上来成就这份的美好。所以对着第4节开始，一直到第25节，保罗用身躯来当作比喻来甲人讲，温数原是有分别，但是咱拢是对圣灵来领受的。咱会当做这，会当做迄，但是安怎一定是干那一个头壳。一个头脑，一个心灵，咧支配咱的身躯。迄款的身躯的功用，伊是对着上帝所来，所以源头是出伫上帝，就是迄一位运行伫咱当中的。了，即句话内底有一个真水的翻译讲，圣灵显伫达人的身上，是要互人得到益处。但是其实即句话另外一个意思，该翻倒转来是安怎？若要互人会当得到益处。就爱
将着上帝显伫咱人的心上的这温数，该做出来、行出来。所以，咱做一项代志，咱要得到益处，一定是上帝圣灵爱显伫别人的心上，因为别人的心上显明了，伊就会将那个啥温数显明做伫咱的心上。我得到温数，爱甲伊显明出来，甲伊奉献出来，甲伊照着上帝的心意做出来，安尼你才会得到祝福。上帝将着温数加添互你，你爱甲伊做出来，安尼我才会得到祝福。所以咱是互相扶持的，互相照顾的。所以人要得到益处，你甲我要得到益处，拢总是每一个人将着上帝所显互伊的迄个温数，伊甲伊行出来。圣经伫这当中讲了真侪这属灵的温数，这当中有讲到伫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讲到一个人伊伫当中会当领受上帝伫伊心中的启示。了后，甲这个人甲模拟另外一个人，伊的过去的代志，甲伊讲出来。了后通过甲伊讲出来的时阵，来安慰、甲伊鼓励。了后，这有这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讲过去发生的代志。那么智慧的言语是讲将来发生的代志。上帝甲伊通过人甲伊讲啊，你内底会有啥物物件，会伫这当中安怎样做？那么，伫这当中会将着未来的道路来甲伊指示。总是将着这道路甲伊指示的时阵，伊必须爱去行去做，伊就得到。伊若无行无做，伊搁踩伫遐共款，迄个智慧的言语伫伊身上就无发挥好的功用。另外一款代志就是伫教会内底有确实的信心。即款对着代志咧祈祷的时阵，毋知影咱是毋是爱向前行，要继续行无？但是咱若是伫这当中领受信心的确实，知影是对上帝来，伊的话语会带出能力甲权柄，人会伫当中听知影讲，咱继续爱往这段来行。另外一部分是医病的温数，人伫当中有破病有艰苦，毋是讲伊毋免去看医生，乃是讲到伊伫当中有的时阵，医生会束手无策，伊毋知要安怎样行的时阵。圣经讲，上帝透过伫当中所行的祈祷，做出比医生更较大能力的医治，并且是迄款的画面，互伊对着上帝有更较深的经历。佫有一款的是当行异灵，伫即款异灵的生活内面，伊也通伫遐尼来看到上帝为伊来指示出来，看见异象，了后来指出将要发生的代志。会当来闪避将来的灾害。佫有另外一款先知，先知的角色内底是将上帝的审判、将上帝的提醒、将上帝的安慰来甲伊传达出来。先知毋是大声知影代志，先知的意思，先知伫旧约、伫圣经内底所讲的先知，上界重要的功能是将上帝所讲的话甲伊传达出来。只有这先知。那么，佫有另外一款呢，就是辨别之灵。有的时阵你也看，咱有斟酌一个代志无？耶稣基督伫咧行新约的时阵，耶稣基督咧行这个赶鬼的时阵，咱会看到一个代志，就是伫这当中呢，当这鬼、这邪灵受赶出去的时阵。了，伊就伫个所在讲，我知影你是永生上帝的囝儿，甚至也未甲伊赶出去，也未甲伊赶出去。看到耶稣来的时阵，这鬼、这邪灵，因就会讲，永生上帝的囝，我甲你啥物关系呢？你今仔日来到我家嘛？真侪时阵，鬼看到耶稣的时阵，伊就大声惊起来，去大声发。但是咱有斟酌一项代志无？耶稣圣经来记载讲，耶稣确实安怎？爱因点点拢莫讲话。照你讲的时阵，耶稣基督的名应该受传扬出来啊。但是啥啊？耶稣禁止因袂当讲话。这个原因就是迄个传讲的人是毋对的，伊的媒体主角是毋对的。
邪灵来传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但是邪灵本身就是唔对的。所以如果对这当中会讲出来的时阵，这就是会造成一款的情景。这个情景内底就是讲邪灵伊并无悔改，但是这个人若是认罪悔改来认捌耶稣，伊传耶稣基督，安尼是对的哦。但是邪灵无有悔改的稳定，所以伊即个传讲的角色是唔对的。上帝唔是用恶来传善，所以耶稣基督严严禁止因。所以有的时阵你会看到，有一寡话听起来改成真袂歹。比如讲，我讲一个话哈，讲为啊，上帝将会赐恩伫你的身上，了后呢，会互你赚大钱，会互你身体健康，会互你活到100字。你得到遮尔侪福气的时阵，就爱有一半分互了牧师。爱听有无？头前遐可能是对的，后壁遐呢，就是掺杂着个人的想法、甲私心，甚至是欲望。这款呢，就是爱有人伫伊身边，伫遐甲伊辨别出来。所以老约翰。耶稣的门徒老约翰讲一句话：“亲爱兄弟姊妹啊，所有的灵，恁唔通拢总信，得爱分别伊是毋是出自上帝、出自耶稣基督的。出自上帝、出自耶稣基督的，伊是出自活命、稳定、真理的光，伊会高举耶稣基督。纵是若毋是出自耶稣基督的，伊就会伫迄个所在。”为着利益混乱主上帝的道。另外一款是讲方言的，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方言，毋是字音。有一款方言是，这叫做字音，喙齿加广的音。但是另外这个所在所讲的方言，是讲伊会晓翻，会当将地方的言语，亲像我讲台语，你会甲伊翻做国语。翻做华语吴永长老哈，这个伊有一摆的时阵哦，去潮州讲道，原本哦，迄个要替伊翻译的人哈，本来要来甲伊翻译，但是呢，伫当中呢，迄一天的时阵破病，煞无法度来，临时找无人会当翻译的。所以伫当中呢，吴永长老哦，伊伫个所在要上台的时阵，要进前要上台的时阵，伊怎啊听到这个代志？伊就伫上帝面前祈祷，上帝就甲伊讲：你毋免烦恼。所以呢，伊就伫当中去，就去到伫个讲台，讲台顶带诗歌带了的时阵，伊就甲迄个人讲：毋免今仔日毋免翻译。人就伫个所在讲，安尼下骹面听的人会足食力。因为拢总是讲潮州话的人，了吴永讲上帝讲今仔日毋免翻译，结果吴永长老去哩徛伫讲台顶，就开始讲道。伊开始第一句话的时阵，就用潮州毋是咱台湾的潮州哦，是中国的潮州潮汕汕头遐的所在迄个话，就开始用遐个话讲。讲道讲差不多讲点半钟了后落来。人就甲伊讲，牧师，你敢潮汕人？伊讲无呢，我台湾人。伊就讲，你这话哪会讲甲遮清楚，遮尔水？伊甲伊讲，我嘛毋知影。我就去哩。但是对迄一讲了后的时阵伊毋捌佫讲过潮州话，最后则讲方言。另外一款的人就是翻方言。有一帮的时阵有人伊就伫这路林咧行，行过礼拜堂。迄个牧师伊伫当中因伫当中咧讲这话的时阵，了后迄人讲方言，讲方言的时阵其中都有一个人伫听到伊讲方言的时阵，了后伊就伫个所在心中会有一个感动，伊就开始迄个人怎伫个所在讲，伊这讲的就是阮厝内底阮古早迄款阮庄脚内底咧讲的
闪族，就是希伯来文的话。所以，迄个人伊听到这个话的时阵，伊讲：“这是阮爸爸妈妈介古早的时阵咧讲互阮听的话。”了后，伊就改翻做英语，所以伊就伫咧当中啊，叫做翻方言。那么圣经伫这当中呢，讲出9种，就伫这当中讲的这9种内底讲到一样代志，结论是啥？是圣灵随着家己的意思来分予人的。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爱有即款的心思意念。咱无看轻所有任何倒一款的恩赐甲能力，但咱嘛无应该。我讲的无应该看轻的意思是啥？毋好讲吼，牧师啊，我已经洗礼啊，我洗礼就好啊。毋是，咱爱追求进入迄个更较深刻关联的事奉。咱爱求上帝。上帝啊，我伫教会内底，我无应该互礼拜成做就是一款的宗教形式。我着逐礼拜来遮，我有坐咧，我有上帝啊，牧师有讲到，我嘛有认真听，该应该奉献的，我嘛拢总有奉献。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到伫遮的时阵，会当搁进一步来体会上帝的能力。是安怎？3月份亚妈祖会赢甲遐尼啊济，35万人呢。今年估计大概会有35万人参加。如果当中若无灵性，如果当中若无发生奇事，人袂遐认真去对。圣经内底讲伫末后的日子。魔鬼知影家己的时日无偌济，所以伊就气噗噗落到地面上来，要灭灭地上的列国。若要讲这个世界，讲地球这所有一切荣华富贵，你知影？魔鬼捌甲耶稣讲过一句话：你若拜我，我就将地面上所有一切荣华富贵拢加添予你，因为这原本是安怎？交伫我的手内底，送交的阿东交的。自从上帝将着这一切拢赏赐予阿东，当阿东选择甲撒旦行同款的路的时阵，伊就将这主权安怎交去伫撒旦的身上。所以撒旦对着耶稣讲：这一切原本拢总是交代予我的。耶稣敢有甲伊讲：你这个白贼话的人，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论到地上的荣华富贵，做歹的人比信主耶稣的人更较敖趁钱，有无？你有看到无？总是啥物人会当赢过遮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以理，咱斟酌注意看这人，因会当赢过这个因所徛起的世代，甚至掌管整个的国家的资源甲财富，因是安怎会当安尼做？因为因倚靠上帝来行，所以咱要伫这个世界会当掌权，只有一项代志，无搁再将着名声、钱财、地位当作咱追求的目标，只有咱专心跟对上帝来行，上帝就会将着这个放伫你的手中，当作工具来使用。迄就是咱的责任，迄就是咱的使命。咱有甲这个代志想清楚的时阵，咱就会当对着圣灵的透棒当中活出自由甲权柄出来。保罗讲：亲爱兄弟姊妹，咱就爱斟酌伫这个代志。保罗对着属灵的比喻了后，来讲到外口身躯的比喻。伊讲：测试若是拢总鼻孔，要对着拢做鼻孔，安尼要对着看物件；拢总目睭，要对着去片面呢。所以身躯有足侪无共款
的这机体，并且这机体互相联络，成做一个健康的人。了，你家看，佮再来，保罗对着外口，佮讲入去倒位？讲入内底。身躯的机体看了，来看咱的下水汤，哦，这肝腱吼，了，哦，这胃啊、肠啊，吼，这号做啥？这号做毛肚啦，吼，这号做啥？这号做大肠、小肠，吼，了安怎？咱会当伫当中来，你要煮下水，这会当煮过来份。亲爱兄弟姊妹。保罗讲：这物件哦，你家显伫外口，敢好看？无好看呢？安尼会肠仔肚走出来，哦，心脏走出来，讲吼，这北来啊，足好食，敢会安尼？袂啊！保罗讲啥？这无体面的，看起来无水的，你安怎？上帝讲啥？更加互伊更加体面，安怎体面？伊爱受保护，伊爱受保护。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有真济这物件，无论是咱的气管啊、喉啊、心啊、气脏啊，这逐项物件对咱来讲，伊看起来可能无遐水，看起来可能安怎？真脆弱，真软正。咱的皮肤哦，你看这咱的皮肤哦，安尼准哦，佮伊准较大力的时阵，你就感觉疼。你好胆，互你看卖啊咧！你用你的心哦，将安尼甲伊准看卖啊咧！哦，了念伊的心得呐，就破糊糊啊。所以伫咱的画面遐伊，互咱看起来无遐尼水啊，但是伊藏伫内底。上帝讲啥？伊需要有外口来甲伊保护。你敢知影咱生啦爱生这个胸壳啊骨？心脏是藏伫倒位？藏伫胸壳啊骨内底受保护。那么你家想讲哦，迄心脏哦生出来胸壳啊骨外口，你洗身躯的时阵摸到心脏，我你怎啊逐工拢心脏病？所以上帝经过真济美好的设计，了甲咱藏伫一个更较受保护、受照顾的内面。伊看起来无真水，但是伊对着咱的活命是非常的重要，对内底甲外口的共生的服侍。约翰三书1章20节，咱同齐做伙来读，请。亲爱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才亲像你的灵魂兴盛共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斟酌无？一个活命要健康、要活泼、要有能力，大心爱对倒位？对身体健康，还是对心灵健康？这段圣经安怎讲？亲爱兄弟啊，我愿你身体健康吗？亲像你的身体健康是啥？灵魂大声兴盛起来，有无？所以是咱的内面兴盛这个字，是因为甲上帝连接所产生的丰富。所以咱若是甲上帝有丰富的相连，咱就会产生出来外口的丰盛。毋是因为咱徛起的地位悬，是因为咱有一个属灵的位分。咱是上帝儿女，上帝后生查某囝，咱有上帝国的权柄，咱会当为人祈祷，咱会当做正济，会当做赢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款对内底来外的服侍，会互咱的能力愈来愈强盛，会互咱愈来愈甲上帝三角牵调。伊的顺序内底是安尼，机体甲机体彼此相连，内脏甲外体彼此相连。了，人的身体是甲灵魂相连，人的灵甲上帝的灵相连。了，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咱的灵、咱的教会是基督的彰显。所以今仔日保罗对着咱有恩赐，对着教会讲，咱原本的天赋，咱原本的技术能力，拢咧互外口用。但是今仔日，咱爱该放入来。伫上帝国内底，照上帝心意来使用。咱熬趁钱，咱会晓去照顾丧用的人。咱熬看到物件好甲歹，咱就会当帮助人知影怎样行伫良善甲诽谤的当中，怎样离开诽谤，进入恶乐。
怎样甲人同行扶持别人，互咱的坚强成做扶持别人的力量。这是保罗对着兄弟姊妹讲：亲爱兄弟姊妹，是咱有遐尼济无共款的恩赐，咱着爱彼此相扶持。咱无恩赐的，爱甲上帝讲：主啊，我愿意服侍你，求你照着你的意思来分配我，互我有恩赐，互我会当来服侍你。亲爱兄弟姊妹，咱必须要伫上帝的面前求讨。咱既然是属身躯的一部分，那安尼咱应该是有功能的。所以，毋是干那伫教会内底做一个圣洁的独行侠。我就是介一个人来，我就是介一个人离开。反正牧师你莫插我。兄弟姊妹，我嘛不爱插伊，我莫去交叉着别人，别人嘛莫来交叉我。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毋是上帝的欢喜。上帝是爱咱肢体彼此相顾，互相彼此相扶持，彼此互相照顾。你毋知有这个经验无？有一摆的时阵啊，我加指甲，了加的时阵哦。我嘛安尼哦，真斟酌哦，甲这指甲哦，爱个留一丝啦，毋好吼伫外口这白吼，完全拢甲伊交互伊甲大底。你捌知影无？白交互伊甲大底的时阵，咱啊有时会足痛，用要加着肉，啊，就会足痛。啊，你就想讲啊，我加，互交互伊较深咧，后免定加。哦，一摆的时阵，我有真斟酌，甲伊扭有时啊，结果的时阵哦，即手就举。指甲剪啊，即手指甲伫遮剪啊，结果剪落的时阵啊，哇，嘛是加了伤深吼，啊吼，迄条手就安尼足痛。啊，的时阵吼，迄指甲去加着的时阵哦，啊了后就讲，哇，头先无安怎袂痛，但是哦，过一阵啊，洗碗是洗衫的是用衫的时阵，哇，就开始会痛。啊，迄阵啊头壳哦，敢会甲伊讲，你戆要死，你戆要死，你敢会安尼讲？袂嘛，你讲吼。佫安尼啦，其实家分敢会较袂痛，袂呢。毋过奇怪，就甲分，啊分迄个安怎分心酸诶，你听无？伊袂较袂痛，但是安怎真奇怪，就是喙安怎会去安慰手啦。你听我意思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讲安尼指甲无路用，我会讲指甲才有路用，无你这指甲拢规个拢甲用掉。我指甲无路用，指甲会顾掉你的肉，你要摕物件的时阵摕才会起来。所以指甲会顾掉你的肉，伊是足有路用的。哦，像阮即个指甲，阮即个定甲的吼，迄若咧割周报的时阵哦，迄也是咧用迄纸有要甲伊剪拗对拗的时阵，阮咧用这指甲咧回落的时阵，我咧纸就拆开啊。有的人哦，伫遐用个手伫遐抹吼，安怎？因为指甲软甲，阮这是定甲，你莫互我绕着哦！我绕着的时阵，我看你这迄落哦，五只的苹果对。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讲哦啊，牧师我啥拢袂晓，拢咩？你阁会晓，真济会晓的代志。哦，祈祷上免出力的，但是祈祷上该有力的。你敢听我意思？祈祷上免出力，但是祈祷阁上有力。所以莫讲啊，牧师我老啊，我啥拢袂晓做。亲爱兄弟姊妹，咱需要甲家己向上帝祈祷。咱会当伫祈祷的服侍顶面，抑阁三甲有份。咱会当同齐起来做。为着厝内底还未得救的人为因祈祷，圣经讲啥？伊若是有一日心灵互上帝感动，伊会信主无？会啊，绝对会。哦，咱看周报这个所在啊，咱看周报这个所在啊，第几点啊？第2点啊，第1点，哦，李传义兄弟5玉门姊妹的先生，嘛是咱孟村传道的故场。伊过去的时阵，咱有几落摆，伊拢会来，伊圣诞节通常拢会来。了，咱有几落摆甲伊分享，甲伊讲了，邀请
伊来教会，毋过伊拢安那讲啊，谢谢，安尼就好。买手伊最近的时阵身体欠安，了孟春有去甲伊看，一直到有一日的时阵，伊感觉讲伊的生活内底有惊吓、无平安，因为已经无法度用嘴表达，因为有插讲，所以呢，伊就用手写，伫咧白板顶悬用白板笔写来讲写孟春。了，因厝内面的人就甲讲是要请孟春来是无？就讲嘿。了时候孟春甲少爷传道就去甲因看，了就甲伊问讲要洗礼爱有啥物款条件？就甲伊孟春甲少爷传道因父就甲伊讲，了时阵就甲伊讲好安尼，伊就要洗礼，所以呢，咱感谢主，所以伊就安尼洗礼。总是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件代志是啥？当你的生活为着一个人祈祷，当你的活命去影响到一个人，当你徛伫上帝话语坚固，有一日人咧无平安的时阵，因会找到啥？伊会想到你，因为伫伊周围的人安怎无法度提供伊活命的需要，但是因为你徛伫上帝的国，徛伫上帝的位分，徛伫上帝真理话语顶面，因袂去找遐个，因为遐个甲伊共款，但是你甲伊无共款，伊无一定真介意你，但是伊安怎？因为你所信的真理，徛起伫上帝国度内底，所以伊安怎？伊会知影你，伊会敲找你，伊要找你所找到迄一位。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身躯是上帝的殿，教会是基督的彰显。咱是毋是伫这个事上，会当三甲做伙伫上帝国内底，为人来祈祷，为人来病听祈祷，为人信主祈祷。祈祷是上免出力的。你坐咧嘛会当祈祷，你跪咧嘛会当祈祷，你倒咧嘛会当祈祷。总是着祈祷，但是祈祷带出来能力阁是大的，所以这是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奇妙的疼痛。有人熬这，有人熬这，一人熬一项，熬的无相像。总是咱着彼此互相配搭。圣经讲，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拢会受苦；一个肢体若得阳光，所有肢体就拢会得到阳光。亲爱兄弟，咱是基督的身躯。咱互相有关系的，来甲你身边兄弟姊妹讲，咱互相是有关系的。我做你的保护，你做我的祝福，甲伊讲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是伫活伫一款的活命的美好内底。当做日的时阵，发生一个真艰苦的代志。一个26岁的职能治疗师，伫台中，伫日头光头白日的下骹面，互伊前男友甲伊抬骨力刀，当场就过身去啊！这个查某囡仔26岁尔，因爸爸是高雄某一间教会的牧师。这样代志，互我足艰苦。我嘛咧想，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当担当人的艰苦？咱的兄弟姊妹欠缺软弱，咱是毋是会当担当伊的艰苦？我感谢真侪兄弟姊妹，咱4月份的时阵。有一个半日游，咱的兄弟姊妹，有人认真参与，鼓舞人参与，家己阁开车帮忙斗载。我古早的时阵听到大公教会
蔡安乐牧师讲一句话，伊讲哦，咱伫教会服侍，即款人吼，咱爱定定该学习是安怎呢？因为因哦出涂骹，佮出点啊教，哦对，是，迄个是一款活命的服侍。咱愿为着人的需要，伫咱家己富足，伫咱家己的富足，成做别人的帮衬，成做别人的祝福。咱的心中会当甲人共情。这个牧师老爸，伊去看因查某囝遗体的时阵，记者甲伊访问，伊一句话都拢无讲，艰苦甲讲袂出来。亲爱兄弟姊妹，有上帝帮助咱，互咱特别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求上帝超自然的疼痛甲安慰恁到这位牧师甲牧师娘，并因全家所有的人。这是2021年，迄阵啊，牧师做台南的这个对，或者伊毋是啊，迄个转化团队的会长主席，了后阮同齐做伙去看，迄阵啊时发生太鲁阁的事件，这后壁面这是孟春传道，这是邱玉杰牧师，佮有其他的这牧师同齐做伙去，这去访问因，家属伫当中伊嘛感觉真非常的感谢。伊讲恁基督教的，阮佛教的，阮甲恁也无熟悉，你过来看阮，所以因的心是足受感动。有的时阵，我伫咧想，像即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啊？去真正做到会当亲像安尼，去安慰着，真正安慰着人的心。总是另外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做好代志，人无一定会学了基督徒的信仰。但是基督徒若一个歹空的代志出现的时阵，改成增加基督的信仰，就互人摕来做文章。这嘛是一个咱爱真清楚的现象。总是呢，基督教协进会。下中间牧师有一届讲过一句话，伊对着我嘛真大的提醒。伊讲是安怎，咱做的好代志，人看袂到，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咱做了无够济，无够快。咱今仔日要怎样会当进入上帝心意的欢喜？对今仔日开始，今仔日是棕树基主日，耶稣基督骑着驴仔入到耶路撒冷城，百姓举旗仔，甲因欢呼，甲伊学乐，甲伊迎接。同款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无一定是同款的人。因敢会知影，一礼拜了后，嘛是这个城市的百姓。甲耶稣钉起伫十字架顶，一礼拜无啦，佫无甲一礼拜3、4、5、6天了后，3、4天、4、5天以后，因就甲伊钉起嚟啊。咱伫即个时刻，咱是安怎样看待十字架顶牺牲的疼痛？咱得到的恩赐，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天赋。咱该用伫倒位？伊敢有真做咱对上帝领受的责任甲使命？咱怎样去想？耶稣基督领受上帝国遐尼济的权能、医病赶鬼，伊伫当中将着上帝国完全彰显出来。伊伫迄个所在受万民爱戴，但是当伊
但是伊确实知影一项代志，伊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要完成救赎的使命。所以，伊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人性完全彰显出来的时阵，天父上帝祈祷一项代志：爸啊，若是会当，求你将着这个杯刷开，总是求你无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迄是一款精杂的幸福。伊伫上帝面前，虽然伊拥有万民对伊的爱戴。伊指出人的错误，伊交集制度，伊交织人对着伊的误解，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无辩解，伊甲人着上帝讲：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伊下面马上补一句，安尼讲：总是我是为着这个时刻来的啊！亲爱兄弟姊妹。咱真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咱是怎样看待十字架这个牺牲的疼痛？如果咱若是真正知影基督牺牲的疼是造就咱今仔日的平安，甚至是咱一切丰盛的稳定，咱会当真做上帝的儿女，咱得到保护，咱的囝儿是到达拢平安。咱敢是毋是愿意搁较济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所赏赐予咱的丰盛？或者是咱已经将着这天赋恩赐，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丰富，亲像保罗所讲的，咱已经甲伊当作理所当然，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我信耶稣本来就应该安尼。那安尼，咱是毋是搁定心思考看卖啊？基督牺牲的疼的内容到底是啥物货？这一礼拜，若是会当，请咱会当加用一寡时间默想、思考。咱要怎样效法耶稣基督？真正疼惜咱身边的人，照顾因的需要，真正顺坦伫上帝甲上帝三角当行。咱所领受的恩赐，咱所领受的财富，咱所领受一切的这丰盛，有倒一项毋是对上帝所来的？基督为咱做了一个上水的模范，伊将着对上帝所领受一切丰盛，甚至是上帝国的荣光，伊拢甲伊带落来，了后分赐赏赐予伊身边所有的人。就甲因应允讲：恁若照我所行去做，将来恁若要甲我同齐，坐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审判以色列万民。亲爱兄弟，恩赐爱联合，才会见证基督；恩赐爱分享，才会彰显咱真实的疼惜。勇敢为人祈祷，负责任为着厝内面的人得救来祈祷。一直到有一日，主若问咱讲：了某人，恁厝内底抑阁有啥物人信主啊？未？抑阁有啥物人信主啊？未？迄个时阵，我会当真感恩，也真欢喜，甲上帝讲：主啊，你所交代予我的这囝儿孙，你赐予我这囝儿孙，我拢甲伊带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对社会有贡献，对上帝国有见证。主，我无甲伊当作地狱的火柴。上帝，我感谢你所赏赐予我这一切。了后，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讲：你这个忠心、个良善的奴仆，你通入来享受你的主人为你所备办的安息。
后礼拜是过活节，这礼拜是受难周。除非咱经过对着活命的对付，对着咱活命所得到的运势所产生其他无属上帝心思意念一切程度，若无咱真歹去经历到搁活的能力，咱就会继续活伫咱家己所要活的世界内底，咱就继续活伫咱所要活的想法内底。但是咱必须要真清楚知影一项代志，万物拢是对上帝的恩典所来的。信仰毋是终点，乃是持续的任务。伊需要用咱一生的守护甲上艰难的热情，去疼惜上帝，去疼惜厝边，去顺探基督，学习基督。直到基督的活命伫咱的身上自然来显露出来，人才有法度对咱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救恩。迄毋是对着别人的祝福，迄是对着咱活命上水的更新。伫即款更新的活命内底，咱自然就会亲像基督同款，互就近咱的人会当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得到更新。得入上帝永远的国度。亲爱兄弟，恩赐来自圣灵的赏赐，咱无应该忽略，无应该讲上帝啊，我无需要恩赐。咱爱追求有恩赐来侍奉上帝，来祝福众人。咱尊重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角色，伫台前服侍的，咱感谢上帝。伫幕后服侍的，咱感谢上帝，拢重要，拢荣耀。咱咧吟唱诗歌，导演的人，咱拢无看到伊，但伊若乌白甲咱导，咱就唱无歌。咱伫即个所在，咱听到即个声音会清楚。咱来感谢少恩、少伟，其他所有的遮服侍同工，因伫幕后伫迄个所在做，咱才有法度听得会清楚。阁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幕后，甚至牧师可能无看到伊，你嘛莫艰苦。亲爱兄弟，你所做的每一项，牧师目睭青眉看袂到，但是上帝拢甲你记伫伊活命册顶面。真正伫身体当中运行的，我是机体，咱绝对袂当干那领受恩典，无做代志。迄个做听性。独到咱已经互上帝听信遐久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搁再一届回应上帝讲：主啊，我伫遮，求你路用我。三角瓦头来祈祷。主，阮伫即时阵仰望你的听，使阮保守伫阮的心上。伫进入受难周的时阵，互阮搁再一届来孝念。阮一生的年日怎样互主来活？主你亲自帮助阮，伫这个节期，互阮更加深刻来思想基督你对阮的听，保守引带阮，互阮思想，互阮操练，直到基督的圣行对阮的内面。实际的自然来活出来，通阮伫见你的日子，对主你来听到对阮的称赞甲呵乐，愿上赞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心爱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时三角做起立，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当我记住的面，永美的面，羞辱的面，当我记住的面，
我更小为主转恒，为主转恒，我恨我苗文主所用，当我记住的面。无地更小为主恨，日日主存伊的成就，欢迎的笑，灵魂的笑，日日当我记住的成就，我更小为主转恒，为主转恒，我恨我苗本主所用，日日当我记住的面，我的更小为主恨。中有的名，做明华光，美丽阳光，天顶充满光明美地，我更小为主转恒，为主转恒。恨我苗文主所用，日日当我记住的面，无地更小为主恨。因为上帝，阮将对你所得到的一切，用作金钱，诚侪感恩的器具来献伫主你的面前。主，阮阁感谢你，赏赐阮所有一切才能、能力、知识、智慧、聪明，并一切所赏赐阮的技术、名声，并赏赐阮的财富，以及一切所有阮身边这动产不动产。阮用感恩的心伫主的面前讲，主，阮不但将着这诚侪祝福人的器具，也愿你赐福保守引带，互每一位阮徛起伫你面前的，用阮的心灵诚实甲主你同行，叫阮一生的年日诚做上帝你的欢喜，叫阮的手做你的工，阮的脚行伫你公义正直的道路，互阮一生一世领受上帝国属灵的祝福。也诚做祝福的人，诚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第一堂礼拜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